机应用程式台语的，查台语的哦。搞不对，这个音不对，哎，火莲，朱子字加格言有这个字啊。娶媳妇不要求后联，不要求很多嫁妆。火莲，很丰厚的嫁妆。奇怪，怎么会发音变不正确了？比较简单的看看。才对呀、哎呀，这个声音怎么不正确呢？想看看有没有办法创造出正确的。这里是要连到一个资料库，资料库里面有这个中文字，还有对照闽南语的发音。正对，正就对了。倜傥，风流倜傥，倜傥。铁桶，铁桶，铁桶。铁桶，铁桶，铁桶。倜傥，铁桶，铁桶。铁桶，铁桶，铁桶。倜傥，铁桶，铁桶。铁桶，铁桶。风流倜傥，铁桶，铁桶。瓦火，国语瓦火，瓦火。瓦火是像金玉，台语应该是瓦火，瓦火，瓦火，瓦火。瓦火。2天前发音还是正常的，现在怎么变得声音不正常了？奇怪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储存空间不够吗？已经声音发音不正常了。